大家好，今日嘅日本消息分享呢，係主要同大家分享日本根室半島同埋鹿兒島對開外島發生頻繁地震。根據日本廳嘅報導，根室半島外海上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清晨，先後發生4級、5級、5.9級及5.3級嘅地震。根室市曾經最大震感呢係達到3級嘅。別海町最大震度係2級。咁2日之前呢，其實根室半島東南近海已經發生過一次6.1級嘅淺層地震，震源深度係10公里。川路町最大震感係4度，川路市、根室市都有3度嘅震感。咁其實自5月23號嚟計呢，北海道已經發生超過10次以上嘅5級地震，包括正話提過嘅4次啦。咁其中一次係5月23號浦川外海嘅5.4級地震啦，5月26號十勝地帶南部嘅5.3級地震啦，5月31號川路涌嘅6.1級地震啦，6月2號同埋6月3號十勝涌嘅5.3級同埋5.2級地震。6月14號嘅千島列島嘅6.1級地震啦。咁氣象廳指出呢，5級以上嘅地震可以導致行人行動不便啦，同埋未固定嘅家居可能會傾倒啦。咁日本氣象廳近日亦都錄得鹿兒島外海吐過拉列島呢發生超過100次有感地震。雖然個震度只係1度，咁如果有朋友近日會出發去北海道東面近根室半島一帶，或者去九州近鹿兒島一帶呢，就要多啲留意有冇地震警告啦。咁呢條片去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